繼續以弗所書，我們到了第2章。今日咧，我繼續係以弗所書第2章。我們記得第1章我們很清楚說神既然都已經把耶穌基督賜給我們了。第1章講到，神已經將主耶穌基督賜俾我哋啦。那還有什麼其他的福氣不送給我們呢？仲有乜嘢其他嘅福氣唔能夠俾我哋呢？最大的福氣就是耶穌基督了。最大嘅福氣就係耶穌基督啦。其他我們想要的福氣都是很小的祝福來的，其他肯定都會賜給我們。其他嘅祝福都係好少嘅祝福嚟㗎啦，但係神仍然都係賜福俾我哋嘅。所以神就把耶穌基督賜給我們，所以他希望我們也把耶穌基督做我們的頭，做我們的帶領者，我們的救主。神已經將主耶穌賜給我哋啦。主耶穌已經成為我哋嘅頭，所以希望都讓我哋能夠跟住主耶穌行。那今天呢，就是到了第2章今日去到第2章，我給了一個題目做原廠設定。今日啦，阿牧師咧俾一個主題就係原廠設定。經文是來自於2章1到10節。經文係嚟自以弗所書第2章1至10節。我們可能會發現在澳洲，我們很熟，有2個民族常常來對打的，來鬥爭的，特別是國慶日。OK，喺澳洲咧，特別有2個民族咧，成日會有鬥爭嘅。就是原住民，還有第2代，就是澳洲白人。就係原住民同埋第2代嘅白人。每一年的National Day 國慶節這2個都不是慶祝，白人是慶祝的，但是那些的土著就不是慶祝的。有每一年咧國慶節咧，佢哋都會唔係慶祝，係喺度鬥爭。他們的問題就是我才是這邊的主人，你為什麼把我佔領了？我係呢邊嘅主人，點解你要佔領我哋呢？另外一邊呢，就是說我來到這邊，我辛辛苦苦的把這個國家、這個地圖來發展，但是我還是要給很多的福利還給你們。我哋咧嚟到呢度咧，幫你建立呢一個社區，我仲要俾好多福利你哋。這個熟不熟？就好像以弗所教會一樣。似唔似以弗所書教會呢？猶太的信徒，還有外邦的信徒。猶太嘅信徒同埋外邦人信徒。是不是？猶太的信徒就是我是第1代呀，所以你應該要聽我的。為什麼現在佔領我的國？猶太嘅信徒就話：我係第1代，你點解你佔領我教會呢？外邦人的信徒就說：哇，我辛辛苦苦建立教會，為什麼現在我變成2等公民啊？還要供應你們所需要，還要聽命於你們啊？外邦人咧就覺得我建立教會，我辛辛苦苦咁建立教會，點解我仲要成為2等公民呢？所以教會就產生衝突了。所以教會產生衝突啦。教會也是，我們教會也是會產生衝突，不合一。教會都會產生衝突，不合一嘅。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在同一個的目標使命底下，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清楚知道自己的責任。因為我哋唔知道自己嘅責任，唔知道自己嘅身份。我看我是1等公民，我看我是2等公民。我看我自己咧係1等公民，你又睇住自己係2等公民。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問，或者是從來不清不楚，到底神給我們的身份，給我們共同的身份，給我們共同的使命是什麼？我哋從來唔清楚、唔明白神俾我哋乜嘢使命、乜嘢身份，所以教會就亂啦。所以教會就亂啦。1等公民、2等公民，更加分3等公民。1等公民、2等公民、3等公民。所以今天這段經文就是要處理一個問題，就是神給外邦的信徒，還有猶太的信徒，其實甚至是人，他們的身份還有責任是什麼？我哋今日睇睇神俾猶太人、外邦人同埋第二啲人嘅個使命係乜嘢？我先用普通話念那個經文我哋一齊讀讀經文。OK，
以弗所书2章1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情欲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丰盛，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信徒也好，你是犹太的信徒也好，还是外邦的信徒也好，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神赋予给你们原有的身份，还有使命。我看到有人看见我了。從呢個經文裏邊睇到咧，你睇到神俾外邦人又好，猶太人又好，究竟你哋嘅身份係乜嘢？你哋要做啲乜嘢？所以今天經文我們有3個問題要問的，就是原廠的設定是什麼？好啦，我哋咧今日要探索一下咧呢個原廠嘅設定係乜嘢？第二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回到原廠的設定？點解我哋要去到原廠嘅設定？第三就是那到底我們如何回到原廠的設定裡面？第三就係如何回到原廠嘅設定。首先，到底原廠的設定是什麼呢？究竟原創嘅設定係乜嘢呢？原廠的設定，每一個人，無論是信徒也好，還是不信徒也好，神賦予每一個人的原廠設定，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祭司的身份。不論你係乜嘢身份，你嘅最終係你係祭司嘅身份。而我用我的語言祭司，另外一個說法我認為是除罪師。Will 牧師咧俾一個新嘅名詞叫除罪師。因為在聖經裡面，祭司唯一的工作就是除罪。因為聖經裏邊祭司嘅唯一嘅工作就係除罪。他不像先知一樣，先知嘅工作就是替神說話。先知嘅工作替神說話。而祭司的工作就是把人帶到神的面前，讓神來除掉他們的罪。祭司身份就係將人帶到神嘅面前，讓神去除掉呢個罪。所以祭司或者是除罪師是神給每個人原廠的設定來的。除罪師就係神俾每個人嘅原廠嘅設定。而除罪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使命。除罪都係每個人嘅使命。為什麼？因為在以弗所書2章10節他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了我們為要我們行善，這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睇睇以弗所書第2章第10節就話：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裡面說行善是神早就預備我們要做的，預定的，預備我們要做的。行善就係神預備咗俾我哋做嘅。那到底這個預備是什麼時候開始預備呢？究竟呢個預備係咩時間開始呢？我們一去肯定是要去到最頭的，就是創世紀。我們一齊走到去創世紀，就是聖經的第一卷書，也就
神創造天地的那卷書。我哋一齊走到去神創造天地嗰本書創世記，特別是去到創世記的1章28節，就是創造人的時候。特別我哋要去到創世記第1章28節創造人嘅時候，是所有人啊，所有人啊嚇，裡面說神就賜福給他們，就是亞當跟夏娃第一對男女，第一個人啊，亞當跟夏娃。就係神賜福俾佢哋，就係我哋嘅先祖亞當夏娃。之後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嗱，耶和華就對佢哋講啦，你哋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又要管理海裡的鳥、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同埋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在裡面，神要我們做兩樣事情，對每個人來說都要做兩樣事情。神對每個人要我哋做一件事情，係每個人都要做一個事情。第一個就是要治理，第一個就係要治理。而治理這個字是跟君王、皇帝有關係的一個字。治理係對於君王呢一個字嚟嘅。而第二個字叫管理。第二個就係管理。而管理這個字跟我們平常的公司不一樣啊，好像管理者。嗱，管理對平時對管理公司係唔一樣㗎嚇。這裡的管理，它的意思是帶有祭司的功能的。呢個管理係帶有祭司功能嘅。因為這個管理這個字啊，原文在另外一處地方出現，就是詩篇110篇。管理呢個字咧出現喺詩篇嘅110篇第三節。裡面說到你們有權柄，講到你哋有權柄嘅。這個權柄其實原文就是管理同一個字。呢個管理呢個原文係祭司嘅原文。所以這裡給我們看到神給人的原廠的設定，就是你要做君王，你也要做祭司。呢一個就係神俾人嘅原廠嘅設定，你要做君王，又要做祭司。你要治理這地，你要治理這地，你也要去管理這個大地。你都要管理呢個大地。而這個管理是祭司，就是要贖罪的。呢個管理係要祭司，你要贖罪嘅，你要去做。所以馬上神在創世記的第2章第3節就這樣說了。嗱，神咧就馬上喺創世記第2章第3節咁講啦。神把在頭6天已經創造了天地萬物，還有第6天也把人創造出來了，也賦予剛剛的祭司的那個管理這個職責。嗱，神咧就喺第6章度咧，第6日嘅咧，將所有嘢做好之後，做埋人添。之後就是到了第2章第3節，神賜福第7天，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卸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嗱，創世記咧第2章就講到啦，嗰日咧係定為聖日，因為呢日咧係神歇休息啦，將一切歇咗佢一切所創造嘅工就安息啦。而這個聖定為聖日，這個聖是聖潔的聖。分別為聖，是聖潔的聖來的。呢個聖係分別為聖嘅聖，係聖潔嘅聖。神就是要把第7天把它聖潔了，分別為聖。第7天咧，神就將佢分別為聖啦。這個就有點問題啦。呢個有問題㗎啦。才剛剛6天創造天地萬物，神自己都說已經是甚好了。嗱，神咧啱創造天地，話甚好啦。那為什麼突然之間說要把伊甸園，還要把第7天分別為聖？點解仲要分別為聖呢？如果是一個完美的世界，應該就不需要分別為聖，因為都是聖潔，還需要聖潔幹什麼？呢個已經創造咗世界啦，呢個係完美嘅世界，點解仲要分別為聖呢？它背後的意義就是為什麼有聖潔？是因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的東西不聖潔咯。點解分別為聖呢？點解係聖潔呢？因為有啲嘢係唔聖潔咯。是不是有不聖潔的地方才需要把一些東西分別出來為聖潔？因為唔聖潔嘅地方先需要有聖潔嘅時間去分別出嚟咯。所以這裡啊，其實在創造的時候，創造伊甸園的時候，其實在靈界已經有髒東西。當創造世界嘅時候咧，神已經睇到有唔乾淨嘅東西啦。我不是說伊甸園有髒東西，唔係話伊甸園有髒東有唔乾淨嘅嘢喺度。伊甸園以外的屬靈嘅世界，
伊甸園以外嘅有污糟嘢喺度。從哪裡來？從邊度嚟呢？從魔鬼撒旦墮落之後，罪就已經存在。從魔鬼撒旦墮落之後咧，罪已經存在㗎啦。魔鬼撒旦墮落之後，神就創造天地萬物。魔鬼撒旦咧墮落之後咧，神就創造萬物啦。所以之後魔鬼才能夠附身這個蛇進到伊甸園嘛？點解魔鬼先能夠即係喺附近走嚟走去啦？喺伊甸園走嚟走去啦？所以你看到嗎？你睇到嗎？神賦予亞當跟夏娃，你們要做祭司，我要把第7天分別為聖，我要把伊甸分別為聖。所以神就係賦予呢個夏娃亞當佢哋去管理啲地，去做呢個祭司，去管住呢個伊甸園。是要你們預備去做除罪嘅工作啊！就係要先早預備去做除罪嘅工作。除誰嘅罪啊？除邊個嘅罪啊？肯定到了第2章創世記，不是人的罪，因為亞當夏娃那時都還沒有犯罪。喺第2章度，仲亞當夏娃都未犯罪。所以神賦予人是除罪，是除靈界嘅罪。所以神就係賦予先祖佢哋咧去除撒旦嘅罪咯。我將來還會講多一點創世記裡面有關靈界的那些的罪，那個來源在哪裡？原文是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我就不多講。遲啲先同你哋分享喺原文裏邊咧講創世記裏邊嘅罪喺原文裏邊嘅解釋。記得回來，記得翻嚟。你看到神賦予人，無論你是信主也還不是信主也，總之你是人，神早就已經給你一個原廠的設定，你就是一個除罪師。所以神已經俾信唔信嘅人咧已經有一個原廠嘅設定。所以後來我們要問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麼要回到原廠嘅設定？第2條啦，我哋去到點解我哋要去到翻去原廠嘅設定咧？以弗所書就告訴我們以弗所書第2章講，其實就是人感染了病毒。其實咧就係人感染咗病毒啦。而這個病毒呢個病毒自己去選擇的，是人可以選擇嘅。在經文裡面看到看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你睇睇以弗所書第2章第1咁樣講，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這個過犯罪惡是從哪裡來啊？呢個過犯喺邊度嚟嘅咧？上面就說是你們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現在空中的掌權者。呢度講到咧，就係你隨從今世嘅風俗，隨從空中嘅掌權者。而這個空中嘅掌權者就是魔鬼撒旦。空中嘅掌權者就係魔鬼撒旦。而這個的隨從還有順服是從哪裡來？呢個隨從呢個順服係喺邊度嚟嘅咧？上面接着說，是因為你們放縱肉體嘅私慾。嗱，呢度講啦，就係你哋放縱咗肉體嘅私慾。還有隨着你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仲要隨着你嘅肉體同埋心中嘅所喜好嘅。其實是你選擇的。你可以選擇嘅。是你選。你可以選。原本亞當跟夏娃，只要聽神的話語的時候，他們就是除罪師，他們就是要幫魔鬼，要跟屬靈的東西幫他們除罪的。原文咧就係講亞當夏娃本來咧係替神咧去除罪嘅，但係咧佢而家喺呢個時間係除咗自己喜好啦。但是反過來，從創世記給我們反過來，魔鬼撒旦反而誘惑他，使到亞當跟夏娃反而中毒了。嗱，睇經文就睇到魔鬼撒旦去引誘我哋先祖，抵到佢哋咧唔係做除罪師反而係有罪啦。甚至這個魔鬼魔鬼很特別好特別嘅。他不是用魔鬼的形象進到，佢唔係用魔鬼嘅形象去進到伊甸園。他是要借由一條蛇，佢係借用一條蛇。我覺得是附身啦，附身在這條蛇。附身呢條蛇度。因為這條蛇也是神創造嘅原本。因為蛇都係神創造噶嘛。所以，但還有那個伊甸園是聖
應該伊甸園係好聖潔噶嘛，魔鬼撒旦係入唔到去噶嘛。但是魔鬼撒旦就附了蛇的身，但係魔鬼撒旦咧就附上呢個蛇仔嘅身，就把那些病毒、把那些罪去告訴給、發給這個亞當夏娃，就係將呢個罪，將呢個唔好嘅嘢又俾亞當夏娃。我相信亞當夏娃那時候如果有 internet，他肯定就是點開那個電郵。如果有 internet 嘅話咧，即係有網站嘅話，就係用電腦嚟侵蝕佢啦。現在我們都知道，是不是有很多 internet，有很多 email，有很多的廣告，我們不小心點一點，毒就進來了。哦，而家咧我哋有好多視頻啊，有好多 internet 啦，有好多 WhatsApp 啊、WeChat 啊、Signal 啊，一點一點可能啲病毒就入咗嚟嘅啦。對不對？他告訴你，喂，有個美女色情的，你點一下，你就可以看到美女啦。我都講唔出添。我哋有啲色情嘅廣告，你點一點就可以見到啲美女啦。啊，是美女。你會看到啊，你中獎啦。或者你點開你就可以中啦。或者你中獎啦，啊你一點點你就中招啦。亞當夏娃就是這樣子。亞當夏娃就係咁咯。魔鬼撒旦把一個病毒的 email， 把一個有病毒的廣告發給他們。魔鬼撒旦就係將有病毒嘅email 又好信息又好，就發俾佢哋。而亞當夏娃是可以選擇收還是不收的。其實亞當夏娃係可以選擇收同埋唔收嘅。他可以選擇 delete，是不是？可以選擇刪除佢。但是他就是心癢癢啦，我不要，我就是想要進去看一下。佢就係心癢癢啦，想試下啫。所以保羅就說了，病毒罪從一人就進了世界。所以好似病毒，好似從一個人就進入咗世界啦。罪這個病毒就是因為人打開那個電郵，打開那個的詐騙的那個廣告，毒就進去。所以人呢，就打開啲詐騙嘅廣告呢，你個病毒就進入咗你嘅電腦啦。所以並不是神強加給他，也並不是魔鬼強加給他，是受到誘惑，但是最終的問題是人自己選擇點開這個病毒。其實罪咧病毒咧唔係神，梗係唔係神俾嘅啦，亦都唔係淨係魔鬼俾嘅，而係人去選擇點唔點落去。明明我們的身份就是除罪師，我們就要把它殺毒的，但是現在反而被毒殺掉了。本來我哋係除罪師嚟噶嘛，但係我哋反而被罪所勝啦。所以現在神賦予給我們的原廠的設定，不是要跟我們說我們有自由沒有自由去做這個的角色，我不做，我做這個角色。其實原廠設定就係神俾我哋可以選擇做同埋唔做㗎。而是神知道是有一個目標的，是有一個使命，所以神才賦予這個身份，還有這個責任使命給我們。所以我哋係有目標同埋有使命㗎。我們不得不做，我哋唔得唔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做的話，我哋唔做嘅話，我們就會抱團的一起死咯。我哋唔係圍爐取暖，圍爐一齊死。就好像我們幾年前 COVID，OK？好似幾年前咧COVID-19，如果我們不一起合作來對抗這個新冠的話，Melbourne我相信今天還不能解封。如果我哋唔能夠一齊合作去對抗呢個疫情嘅話，可能今日嘅 Melbourne 墨爾本都唔知成為咩樣啦。是不是你說我還是出去了？我有我的自由意志，我出去。我唔聽話啦，我係出去啊。我要去這個做這個做那個。我出去做呢個做嗰個。這個是我的自由。呢個係我自由。是，但是是在於沒有病毒的時候，你自由，好像我們現在是自由的。你係可以嘅，冇病毒嘅時候，你係可以自由咁去做嘅。有病毒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呢？但是問題是，我們在面臨一個疫情啊。因為我哋而家面臨一個疫情啊。神給屬靈的都一樣，我們也是面臨一個疫情。所以我哋都係面臨一個疫情。一個有關罪的疫情。我哋係面臨一個罪嘅疫情，所以我們不能說我有我的自由。我哋唔能夠講我哋有我哋嘅自由。我們要回到我們原廠嘅設定，我哋把這個屬靈嘅疫情把它打倒。我哋要翻去原廠嘅設定，要將呢個罪打倒。所以在教會裡面，沒有一等公民，沒有二等公民。
喺教會裏邊冇一等公民，冇二等公民。在教會裡面只有一個身份，對不對？喺教會裏邊只有一個身份，就是我們都是除罪師。我哋都係除罪師。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幫人家。我哋嘅使命就要幫人除罪。怎麼除罪？點樣除罪？是靠耶穌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哋要靠耶穌基督嘅福音。我們是把人帶到我們的大除罪師耶穌基督裏面。我哋要將人帶到去我哋嘅大祭司前邊，耶穌基督前面。就讓耶穌基督用他的十字架，用他的寶血來洗淨人所以前的罪。要靠主耶穌嘅十字架，靠主耶穌嘅寶血洗掉眾人嘅罪。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跟使命。呢個就係我哋嘅使命同責任。我們不能再被那些的病毒來感染我們。我哋唔能夠再俾病毒嚟感染我哋。我們不能再明明是我們去醫人家除人家的罪，現在反過來我們中毒了。我哋明明要去除毒要去醫人嘅，點不知反過嚟咧，我哋中晒毒啦。最後啦，最後如何回到原廠的設定呢？最後我哋點樣去回到原廠設定？這個我覺得是最簡單的。嚇咩啊？這個是最簡單的。呢個係最簡單嘅。就是靠我們主耶穌基督。呢個就係靠主耶穌基督啦。靠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復活還有升天。呢個就係要靠主耶穌嘅復活同升天。是靠主耶穌基督，是我們的長子，是我們的長兄。呢主耶穌基督係我哋嘅長兄，係我哋係我哋嘅模範。他是在世界裡面唯一一個，也是頭一個能夠除罪的那個人。主耶穌就係喺呢個世上唯一一個即得一個係能夠除罪嘅一個大祭司。而我們跟隨他，我們也會像耶穌基督一樣，成為真的除罪師。我哋唯有跟隨主耶穌基督，我哋先能夠成為一個真正嘅除罪師。恢復除罪師的身份，還有使命，還有功能。恢復除罪師嘅身份、功能同埋使命。為什麼呢？點樣呢？耶穌他本身就已經證明給我們，他是一個真正的除罪師。主耶穌已經話俾我哋聽，佢先係嗰個唯一嘅真正嘅除罪師。第2章第5節說：當我們死在過犯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喺以弗所第2章第5節嗰度，當我哋死在過犯嘅時候咧，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一同復活。一同復活咯。OK， 他又叫我哋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這裡一同的活過來是什麼意思？我諗企埋啲。一同與基督一同活過來是什麼意思？同基督一齊復活係咩意思呢？那你意思就是可以跟神，可以跟我們的主，可以同心同行。因為我哋可以同我哋嘅主同心同行，跟他連上生命的關係，同佢連上生命嘅關係。因為這個一同來活過來啊，是要來形容耶穌當他犧牲他的生命之後，他要跟他的神要離開了，他要離開他的神，以後都不能跟他的神共走這個人生。呢個一同活過嚟嘅意思啊，係形容耶穌基督當佢死嘅時候啊，當佢犧牲嘅時候，佢就要同父神同神咧開始喺關係上面、生命上面咧開始分離。所以當佢一活過嚟嘅時候，就係要同父神咧翻埋一齊去過生活。當他們一同活過來嘅時候，就是耶穌跟我們的父神一同的重建這個關係，跟我們的父神同心同行。而這個復活，呢個復活是講到的不只是關係啦，是身體上面的復活。呢個唔係淨係關係嘅復活，係身體嘅復活。而這種身體的復活是需要付上生命，還有身體上面的代價。呢個係要呢個身體嘅復活係需要身體嘅生命嘅擺上。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的復活並不只是靈魂的復活，還有是他的身體復活。呢個唔單止係靈魂嘅復活，仲有身體嘅復活。他
他受苦也是身體上面受苦，他需要身體上面付上代價。呢個受苦咧，唔係淨係身體嘅受苦啊，仲係最終才可以跟父神一同來共走生命的關係。最終咧，先能夠同父神一同走呢個生命嘅關係啊！也是因為耶穌他的順服，願意為罪人死。呢個就係咧，主耶穌為罪人而死，所以父神把他死裡復活，所以父神將耶穌死裡復活，甚至把耶穌帶回天上，甚至係將主耶穌帶回天家，坐在父神的右邊。坐喺父神嘅右邊。那坐在父神的右邊是什麼意思呢？坐喺父神右邊係咩意思呢？坐在父神右邊不是說耶穌基督已經要做君王了，不是哦。唔係單單話耶穌做君王啦，而是他開始做父神的大祭司。佢開始做父神嘅大祭司。因為坐在天上，這個原文是從詩篇110篇出來的。坐喺天上係從詩篇110詩篇出嚟嘅。第一節說：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坐你的掌凳。嗱，詩篇110咧第一節就已經講啦。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的仇敵着你的腳凳。怎麼看到坐在右邊就是大祭司？點解見到坐喺右邊係大祭司呢？因為第4節就說了，耶和華起誓絕不後悔，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喺第10章第4節度講，耶和華起咗誓，決不後悔，說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等次作永遠嘅祭司。詩篇110篇不是君王的詩篇，詩篇110篇唔係君王嘅詩篇，是大祭司的詩篇，係大祭司嘅詩篇。所以當主坐在父神的右邊，所以當當主耶穌坐喺神嘅右邊，意思就是說，他成為父神的大祭司。所以就係話耶穌就成為父神嘅大祭司。他是第一個，佢係第一個成為大祭司，去到父神的右邊。佢就係第一個成為大祭司，去到父神嘅右邊。所以跟着耶穌的人，跟住耶穌嘅人都能夠成為祭司，成為除罪師，上到天上。所以跟隨大祭司、跟隨主耶穌嘅人都能夠成為祭司，都能夠跟隨神去到天上。還有，這個除罪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呢個除罪師唔係淨喺地上，仲係天上。因為現在我們主是坐在天上，因為我哋主就係坐喺天上，所以他除的是屬靈的罪。所以除咗屬靈嘅罪，所以我們現在要除罪的，也是除盡屬靈的罪。所以而家我哋除罪係除屬靈嘅罪，除盡世界所有人的罪，除盡世上所有人嘅罪。還有神賦予我們能力，要跟着耶穌基督除屬靈的罪。所以我哋跟隨主耶穌除屬靈嘅罪。所以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身份，如果我們不知道神給我們原廠的設定的話，如果我哋唔知道神俾我嘅身份，俾我哋嘅原廠設定嘅話，我們就會起很多的身份，所以我哋會好多身份，起給自己很多的使命，俾自己好多使命，使到整個教會太多的身份，太多的使命，所以搞到自己有好多身份，好多使命。這些嘅身份還有使命，不是從神來，而是都是從人來。呢啲身份使命都唔係從神嚟嘅，係從人嚟嘅。最終變了很多山寨主，所以變到好多山寨主啦，很多的山頭文化，好多山頭文化。因為那個山頭是我自建立，我自起，我的自使命的。呢個山頭係我自己嘅，係我自己設定嘅。所以我肯定對另外嘅山頭不滿意的。我咁話，我肯定係對第啲山頭唔滿意嘅啦。所以教會就沒有合一。所以合一教會就冇合一啦。想要合一，想要合一，我們就一定要知道神給我們的原廠設定是什麼。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神俾我哋嘅原廠設定係乜嘢。無論你是什麼人，無論你係咩人，神給所有人都只有一個原廠的設定。
神俾任何人都係只有一個原廠嘅設定嘅啫，让我们拿起来除罪师这个身份还有使命，要我哋重拾除罪師嘅使命，不要再被魔毒啊，这个魔鬼的毒来毒害我们。唔好再俾魔鬼嘅毒咧毒害我哋啦。当然，不要去看那个有病毒的疫苗，當然啦，唔好開有病毒嘅電郵啦，是很吸引的，係好吸引你嘅。但是一中的话，你一中嘅話，好像当年金正恩，北韩的金正恩，哦咁正一啊，講。他就从瑞士学了一些电脑的东西，佢啊從唔知邊度學到啲電腦嘅嘢，从瑞士啊，從瑞士，OK。学会怎么黑客。哦咩叫黑客？黑客，当他回到北韩，當佢去到這一招佢一去到北韓嘅時候，去偷美國，偷美國嗰啲嘢，去偷歐洲，偷歐洲嘅嘢，去到亞洲國家，去到亞洲嘅地方，去偷那些比特幣，哦，去偷嗰啲比特幣，都是因為它有很多吸引，因為都好多吸引，人就想要點開一下，所以人都係想點開一下，所以我們不能，所以我哋唔好啦。我們的屬靈的戰爭，我哋屬靈嘅競爭，開這種的電郵，唔好開呢啲電郵，因為這樣我們明明是要除罪，反倒被罪所蠶食。所以我哋明明係要除罪嘅，但係反而俾罪吸引啦。讓我們恢復神給我們的原廠的設定。願我哋能夠回復翻神俾我哋嘅原廠設定。